最近桃园、台北这块所在失电的情形是一直发生。今仔日桃园的新屋区也失电。台湾电力公司受社会检视，即阵台电总经理王耀庭是提出请辞，经济部表示会全力挽留。校园看起来甲以前同款正常运作，不过同个公司19暗时跳电也是忍不了怨叹。就是说他做报告做4小时，然后不见，对，还蛮惨的。学生讲19暗时无预警跳电几啊摆，那写报告真做问题，抑阁未少人爱伫黑暗当中返去宿舍。学校会同台电对查，确认是自用设备复备器异常，修好了后也正常供电。经校方有通知，他们的厂商有来协助处理。那在1点40分的时候，也都处理完成。那一直观察到今天凌晨3点，所有的电全部的恢复了。虽即摆出现问题无伫台电，不过15台电发生机组跳电，电力紧张。早早开始连续3天，桃园有真侪件停电的事故。人口较密的大园、中立、鼓山、平镇影响户数未少。台北东区19也捌跳电，伫20早起10点半，桃园新屋也停电。台电表示，因为严层雨线路弱化，换了后点半钟就有电。因为一直传出停电的事故，台电总经理王耀庭20就提出辞职。总经理可能是有他的想法，但是我们会再了解。因为王总他自己的心路应该是还是由他来说明，我们只知道说，大概有这个消息出来。王耀庭透过发文，讲到民众对台电记录加对同事打击感觉唔甘，对造成社会纷扰也感觉失礼，决定请辞。经济部表示，肯定台电的危机处理反应调度，也唔甘台电限制政治攻防，会全力挽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